哦，安尼我就继续来讲吼希望会使较快结束啦。我想以阮即款，我讲物件习惯是较结构安尼啦，但是这安尼可能毋是真适合即款一般的迄个演讲哦，所以就甲大家讲歹势哦，都在行业内底久啊吼，敢若毋是安尼讲嘛，无啥会晓讲啊吼。好，所以我拄仔讲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族群吼？所以刷来是讲看起来我拄仔的意思吼，迄个言外之意啦吼，是讲语言甲族群，还是讲语言意识甲族群认同无真直接吼，迄个一对一的即款关系啦吼。看起来咱我用个定义应该是看起来是安尼，但是刷来我要讲吼，就讲。语言无法度决定你是啥物族群啦，吼，然伊毋是一个，就讲恁若是啥，你讲啥物话，你一定就是啥物人吼，伊无即款关系。但是，在你要感觉你是啥物人，咱都讲族群是啥，就讲你感觉咱认为咱有某种的迄个共同的祖先嘛，吼，你认为你是啥物人的即款族群，即个意义顶悬，语言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吼，这就是我刷来即个遮要讲的吼。所以啥怎到底啥怎语言则重要？哦，虽然语言无法度决定你是在族群身份顶悬是啥，但是语言啥怎则重要？哦，第一个社会学家讲的讲社会化社会化是啥？对于学社会学来讲，咱一举一动啦吼，我即马所有我讲的话，我甚至我头壳内底的想法。我的迄个手势，我穿的物件，我讲话要用偌大的声，应该用什么款的方式是适当的？我讲的是较无较适当一点，我迄个不知草莽安尼吼，但是即寡拢其实拢是社会化的结果吼。什么意思？即寡其实毋是无一定是我家己的，这是。我以外的即个社会教我讲，我爱安怎讲话，我爱穿啥物衫，我头壳内底爱装啥物物件，吼。那在即个过程内底，语言扮演真特殊的角色，吼。语言是社会化真，我讲无法度讲是上重要，但是我讲是真重要的即个 mechanism 吼，即机制吼，机制吼，啥怎？因为社会若要顺利运作，咱需要一寡迄个符合的迄个系统，吼。咱若无即寡即个文理，还是即寡语言吼，其实即个社会你若想咱社会价值要安怎传去后一代，吼，还是讲咱要安怎学着咱以前进前的人的即寡知识，吼，这拢是。靠即寡符合系统，符合系统的符合啦，符合即个符合内底，即语言口语甲即个书面语这是上重要物件嘛吼。所以即因遮用迄个南方式吼，伊话讲，伊讲。语言是历史记忆的仓库，咱都爱咱的文化习惯，甲迄个思想的迄个 logic 拢用一种无直接讲的方式，歹势即个成迄个加一个字但这我袂晓读嘅，伫咩内底沉淀解清啦，解清啦，解清啦，解清哦，这转我就袂，我真会晓。所以就保障着即个上低限度迄个交通的可能就讲咱社会要顺利运作，咱靠一寡迄个符合系统。语言在内底可能是上重要。我用两个例啦吼，第一个都人讲就是选落雪雪，即个迄个定人讲啦吼，迄个这其实是咧包的是迄个，人讲是迄个美国的迄个人类学之父啦吼，伊在迄个20世纪初的时阵，伊写的，但伊迄阵佫用这叫 Eskimo 啦吼，就是即群人叫做迄个爱斯基摩。那即马文坛上
哇，阮Hello Peter。哦即个迄个文献上即马就差不多是应该讲拢叫英语啦吼，无这是伊迄阵20世纪初时阵伊的语言。用说哦吼，罗说。那对咱即款，我甲17岁第一遍去迄个河环山是毋吼，看到说哦，迄嘛是迄个残雪。展示，然后一点啊，我欢喜甲都爱迄个做一个雪人吼，所以对咱来讲，即款你一世人不看个说，咱主要一个说即个字，就已经讲啊，这清楚啊，落雪啊吼，我看到说，对即个印度还是讲 Eskimo 因来讲，因生活内底所有的物件，迄世代因的生活，每一个每一工。每一场拢有啦吼，我尾去美国读书的迄所在，迄个纽约州的北边吼，一年差不多半年的落雪哦，到尾我看雪真是够痛苦安尼吼，但是因为我毋是细汉就落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是落雪哦，也是讲尾我发现我敢有能力讲，遮寒的吼，遮寒咱一定程度嘛是遮寒的，吼，就讲。我的迄个语言，也是讲我的感觉，其实是佫是甲我本来迄文化迄个较接近的吼。即个印度有真侪无共的迄个语言去讲即个无共的说，吼，这会使了解吼，因为因着需要遮侪无共的迄个语汇去讲即个以前我来讲上的代志吼。我着凊彩查这嘛是啥物迄个有名的学者吼，伊就咧讲有人就问讲，这是即个英语因吼有遮侪即款无共的迄个写即个说的迄个语言，即个人伊就整理一张表各种无共的迄个无共款的迄个说，伊拢有一寡迄个，拢有一寡语汇去讲法所以有影吼即张是原来啦，我就 Google 迄个Eskimo Snow 这是爬山的人但我讲是讲。是啊，共款安尼即张图，我想无共生活经验的人，伊看到无共的物件就算我嘛是刚看到落雪啊即摆拄好咧落雪啦，但是有一寡雪伊若久啊，其实伊冰迄个冰若佫新落的雪，伊迄个程度是无共的即寡可能恁若是大迄文化，你就需要一寡语言去讲第二个是雪啦雪。雪水对，阮太太最近定咧讲雪水这对，我就雪水雪皮毛你看这就是一个 continue 伊就一条线嘛这是自然界的雪水但是无共的文化，用无共的方式开始拄啊挂讲啥物是啥物雪啥物是啥物雪水啦咱就看。凊彩我这嘛是乱都喺网络顶乱凊彩咧阮查某囝要3岁，所以开始咧学色对啊，讲迄个青色甲蓝色，伊甲即摆咱有时啊，佫是讲毋对就青色甲蓝色对啊，佫差不多伊佫无法度遮清楚有时啊青色就讲蓝色，有时啊蓝色就讲青色但是某一寡文化，伊可能咱会使分Spring Green、Oliver Green 这敢无法度，但是确实啊，你若咱的迄个认知系统是安尼学的，咱讲即个叫 Spring Green 可能久起来咱就会晓讲即个色是啥物件。但那个甲转去后前一张，其实伊是一个连续体安尼即个是我小学的教科书顶面。因画的图啦叫迄个英语讲红顶亮拿叫字阮拢教阮查某囝叫我写安尼字OK，但是拄喺无共语言内底，对迄个 continue 是要讲啥物事，完全无共，甚至有即个叫即个巴萨即语言。伊就讲一寡拢是一个字一个项，另外还是一个项，这嘛无啥，就是因为因的文化，咱嘛因就是安尼理解即个物件所以
语言对咱的即个文化，若是扮演则重要角色哦，因为这个就是文化嘛哈，文化又透过这语言来咱来看到所以语言伊对在某一个程度上会真深影响着咱感觉咱是啥认同遮就一寡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即款自 language and identity 这个 series key topics in social linguistics 伊只出10本每一本我感觉迄个题目拢足趣味的这是 Cambridge 迄个出版社出的所以咱会使想讲有足侪人在研究这个物件我有一张讲 You are what you speak 你是啥？你讲啥，你就变做啥You are what you speak 是安怎？因为语言对发现你家己的身份是真重要的代志我这嘛是伊萨是迄个我讲一开始迄本书啦。你若知影家己是啥你要知影你是啥，你也开始先学会晓讲话你学会晓讲话了你透过语言，你去发现你家己是啥安尼所以语言在你是啥这项代志顶悬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即个我想若讲到认同，就爱讲即个 Erik Erikson 这是迄个伊本身就是一个趣味的人啦伊一般若讲若无伊啦咱基本上咱袂讲即个，咱袂一直讲 identity 即个字即个identity 其实在进前在 Erikson 进前有即个字啦但一般伊就是贴合顶悬的即个语言，讲 identical， 就是讲共款identity 是迄个贴合的语言，就是讲咱是共款的A is identical to B 但是 Erikson 伊其实伊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但是因出世无偌久因爸爸就无去所以因妈妈要搁结婚嫁互一个德，应该是主要是可能是伊的这个 stepfather 的伊的继父是迄个德国犹太人，因爸爸可能是迄个丹麦的人啦所以伊尾你看伊的名趣味嘛伊叫 Erik Erikson 这伊的 Erikson 这名安怎来即马足侪迄个传记作家拢无人知然后这是伊去美国伊尾迄个规划做美国籍的时阵伊就毋知安怎伊就写 Erikson 伊的名是 Erik 有一刚叫 Hamburg 啥物物件迄是其实是伊的继父的迄个姓伊甲美国要重生做家己的时阵伊就写做讲伊就变做 Erikson 伊是 Erik 的囝安尼其实伊是一个，就讲伊的生命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追求认同即个字的价值当然伊上有名的就是迄个所有的即款psychosocial stage 啦就是迄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咱要讲迄个认同危机迄个危机啦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这其实就是伊咧讲的语言伊咧讲对伊来讲，这是迄个青少年的时阵上重要的任务啦伊因为伊这是有种弗洛伊德派的迄个传统，所以弗洛伊德对这无同的生命阶段有啥物重要的空隙，伊有一个解释方式Erikson 伊嘛用类似的方式去替无同的生命阶段写一个两级的即款发展的任务都在迄个青少年期上重要的是认同你若伊认为讲青少年期的认同，你若无发展好，这影响着你一世人所以伊安尼讲伊讲这讲话你嘛是用讲话来界定你家己是啥所以你因为你会使讲话嘛所以你就会使学安尼话若讲出来伊就敢若是一个像伊共款
所以你若是对方囥喺心内，你就无法度即个收回吼。所以即个语言有即款本质性关系吼，伊毋敢，伊不只是事关讲这是一个事实会使传播的世界，而且伊甲即个你的即个口头承诺，拢有关系啦吼。所以在伊个自我的发展顶悬，这语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吼，这伊的讲法吼。所以这是第一个真简单的迄个论证啦吼，就是讲即个语言因为伊甲文化有关系，所以透过即个社会化的即个机制吼，影响到历史上。第二个其实这嘛常常讲，但是这内底上有名就是这人类学的教科书会讲的，就是沙皮乌尔巴斯时候的迄个海沙皮甲乌尔就是两个人类学家啦吼，因为即个假说吼。但是因这是迄个烦恼，这是另外一个即个所谓即个后底面的即个作家，其实伊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啦吼。伊即个烦恼嘛是足趣味的故事吼。伊其实是迄个在即个马丁尼克岛吼，这是加勒比海遐吼一个法属地的即个乌人吼。迄是因为是法国的迄个属地吼，所以其实伊就拢学讲法语，但是当地嘛有因迄款迄个马丁尼克吼，伊带去迄个伊带去即个法国留学进前吼，伊拢感觉迄个伊就是法国人嘛吼，虽然讲我是乌安尼，但是伊根本就是法国人。甲一天吼，这足侪人有这故事吼，就是伊带即个在留学的时阵，捡迄个法国囡仔白人蛋球头讲你乌鬼安尼所以他突然伊个意识就讲，伊可能甲这其他的法国人无啥共款所以尾伊虽然选择做即个精神科的医生，但是伊用选择一种即个社区治疗也是即种社区的即个集体的迄个精神治疗即个方式去重建伊的领导，然后伊尾也是迄个伊替即个伊虽然是马丁尼克的人是乌人，但是伊替即个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迄个奉献得侪尾应该95年差不多，足早就过身啦所以讲 to speak a language is to take on a world culture 这样你讲一个话，其实就是迄个话，你就用迄个话去看到迄个世界这伊要讲简单讲，这是在讨论啥呢？你讲讨论现实甲语言的关系是啥物问题有一种叫 reality， 咱个想讲咱遮有一寡即个事实上发生的代志遮有有一套工具某一种。就是较简单的想法，讲语言是啥？语言就是即个 reality 直接的反应安尼就是 reality 是安尼，所以语言就是这 reality 伊的简单的即个直接的迄个对照。但是若是安尼想其实文化就无真歹扮演什么角色在内底比如我虽然讲的是 A 语言，你讲的是 B 语言反正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嘛所以。迄个 reality 是安尼，虽然咱用的工具无同，咱掠到迄个世界差不多是迄个差别无多安尼这是某一种想法但是 Sapir-Whorf 就咧挑战这种想法，讲是毋是 reality 咧遐，即个语言咱用无同语言的人，透过无同的理会文化，迄个语言的结构。咱有可能会看到无同的 reality 所以你讲reality 咧这因为你若是即个第一个语言，你就产生因为即个语言是有即款的物件，所以你生出即个第一个想法第二个语言你就生出第二个想法咁有可能是安尼这是迄个因这两个人讲的当然其实尾这是不早20世纪头1930年、1940年左右迄阵提出来的讲法。大家虽然在紧的迄个讨论一段时间，但是再久过去其实这无法度解决因为这
某一因为这理论摕伤大啦吼，所以某一个程度上敢若信用吼，其实你这派用搁较精确的迄个方式去讲这讲是对啊，是对啊，毋对啦。啊，毋过这就是因有这处理的讲法吼。所以我简单迄个，这其实嘛是用伊莎写出来的吼。我来甲读一下吼，这是沙皮讲的吼，1929年伊讲，某一种想法讲咱就是活在迄个客观的世界内底吼，但是事实上，咱活迄个世界，基本上伊就是有语言伫内底，吼所以咱就去互强变爱活喺即个传达迄个社会即个media中吼但是伊讲事实上吼，所谓的现实世界有真大部分吼，就是住喺即个族群的迄个语言习惯顶。你讲迄个咱某一种想法，敢讲迄个 reality 就是普遍的嘛吼。你讲 A 的话，讲 B 的话 ，A 文化的人 ，B 文化的人，遐一个主贵，就是安尼无问题吼。咱就算咱讲无共语言，咱看着共款的物件。但是这啥屁的讲毋是哦，是毋是讲共一个社会现实，你若用无共的语言来讲的时阵，结果就无可能共款吼。所以无共的社会所创作出来的世界是无共的世界就算是共一个世界，因为咱大的即个标签无共吼，伊嘛变做两个世界吼。这是沙皮讲吼。其实是1929年啦，就是迄个在即本伊尾啊，1939年就过身啦吼。即本论文集来对讲吼。另外一部这嘛是较早，这其实这1958是尾啊，伊尾啊人搁甲收入去的迄个时间啦吼。这是嘛是伊莎转移的吼。所以语言是啥吼？语言伊毋是一个工具尔吼。刚刚讲咱就是为着要描述迄个 reality， 咱有即个观念。其实伊嘛是一个观念的塑造者，伊不止描述迄个 reality， 其实伊嘛咧创造迄个 reality， 所以伊对咱的即个心理的活动，对咱安怎看这世界，对咱的即个心理交换，即寡机制，伊语言拢最重要的吼。所以我则爱念一段话吼，特别来上到遮，我拢会大声每一个字拢甲念一遍吼。但是这因为我的迄个台语无较好，所以无确定有法度有法度拢甲念一遍。我阁是试看卖吼。咱拄仔讲有一个物件叫 reality 了。这语言其实就是迄条线，无共的色，咱安尼甲画喺遮，用迄个语言，咱用即个自然甲切开，吼。所以这世界敢若即个万花筒共款吼，伊就是，但是伊爱透过咱的心智吼，去甲定做啦。什么是心智？咱就讲迄个有遮侪遮侪讨论的，什么是歹吼？你歹这困难的啊，歹敢是咧食吼，还是咧食吼，还是歹敢是 brain 吼，这歹是啥哈？但是带真大的部分，即个心智，就是其实就是即个语言的系统，吼。所以咱用自然，咱用reality甲切开，佫甲定做，吼所以这定做这过程，吼，咱就有一个合约，咱就是即个合约的迄个董事人安尼吼。这段话则清楚意味着讲，像咱语言则重要，吼，因为咱其实咱就是靠语言来看世界，咱靠语言来分析这个世界，吼，所以这个语言在这个过程内底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吼。OK， 要煞吼，上尾一个吼，所以语言本身就有迄个权力关系啦，吼，就拄仔讲的吼。我想这个语言甲政治有真密切的关系，这个 statement 简单无啥物问题吼。所以这个咱咧想吼，这 Herder 吼，这是德国迄个浪漫时期
像人讲伊那时候就上条迄个思想家啦，吼，伊其实因迄段时间因会再收遮侪迄款德国的迄款童话故事啊，吼等等啊，啊，因开始认为讲，讲无共语言的人爱建立家己的国家，吼，所以咧讲一个语言一个国家，吼，伊讲你若无语言，即个所有的即个nation 就无伫的吼，这是好的想法，所以在即个想法内底，你讲。是啊，语言对一个 nation 的即个拍造的过程内底扮演遮重要角色啊！我拄仔讲即个什么是语言吼？语言就是你有陆军甲有海军的即个方面吼。A language is a dialect that has an army and a navy 吼。即句什么意思吼？迄个我当然问学生迄个拢用无啥，无一定甲我的方式解释啦吼嘛有遮侪解释空间，但是我简单讲就讲，我拄仔讲吼，你一种话，你若无军队啦吼，你是迄个dialect，你是方言啦，你是我有权利的人的方言吼，啊你若一个讲的话，你有军队的时阵，我开始有书面化，开始编字典，开始国家迄个教科书开始用即个语言写，你就有权利啊嘛哈。你无人会讲你是迄个台的，虽然是安尼啦，但是我感觉在，比如讲我家己在客家学院要10年啊，我袂晓讲客语我毋是客人啊。我感觉客语当然是另外一个语言嘛，伊甲华语啊，甲河洛话，迄哪有关系啊？当然是无关系嘛。这其实也免啥物伟大学术研究，迄著你著生活咧遐，你著知啊哈。咱故事罔听有一寡物件，但是基本上迄著是无共的语言嘛哈。但是迄个王玉定吼，迄个就是因为伊博士论文就是咧做即个伊讲厦门话的即个研究嘛吼。伊著想要回答即个问题。到底即个河洛话甲即北京话是毋是共一个语言吼？即当然则找无共款的迄个测量的方式。伊用的是用2个语言的即个共同的迄个离会吼，比例吼，安尼来计算吼。根据伊的讲法啦吼，你若即个 Russian 这语嘛，俄罗斯啦，俄罗斯啊，甲即个乌克兰吼，因的迄个共同彼得了壁，彼得来伊只好诶。俄语安怎讲？罗西亚，伊这迄个比例是90%，若英语甲德语是59%。OK， 所以咱看这迄个英语甲德语，河洛语甲北京语敢若是50%尔所以比即个英语甲德语的距离搁较远这是王玉地的讲法。当然，因为我毋是一个语言学家，我无法度评断讲在研究方法上，这早早我迄阵第一遍看是看迄个近代民族的林修策啦，十几以前，因为甲94年，我迄论文引用得深的，我迄个写迄阵佫是迄个博士生迄个伊迄篇论文叫做《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则加伊迄篇论文的，伊在内底伊迄个伊引用的迄个资料好，所以我已经无物件就是上尾场所以先我讲语语这项代志最重要是啊，伊可能无语言甲历史上可能无绝对性的即个关系啦，但是确实，但是历史上在即个历史上即个族群认同的即个建构的过程当中语言确实扮演一个不杂。咱会使讲趣味也是关键的角色虽然伊无法度决定讲你是啥但是咱知影讲即个语言影响着咱社会化的过程，
语言影响到咱认知的过程，吼啊。语言本身就承载遮侪迄个权力的关系，所以因为安尼，因为有权力关系，所以伊会影响着讲你感觉你是啥，吼，所以像怎讲语义足重要，可能我简单提个遮，虽然我普通若甲遮我普通会搁继续讲啦，吼，就讲我意思讲，我会问老师讲，啥物是语义啦？我无真，就讲因为语言一直在变化，我想这就是我最近讲一工每一工讲话吼，迄个阮兜遮比如有一个迄个小茶队，阮太太啦吼，比如讲我欢喜讲伤济吼，伊讲你拄仔讲，伊就默默的吼，真冷静讲，哦，你拄仔讲啥个华丽，因为叫伊中国咧。因为我则不长进的吼，然后伊则认真的，伊若袂晓，伊就随查迄个现象的迄个点吼，有啥个会甲我教，但是因为我细汉我就捌听见安尼讲，你迄乱你家己查安尼敢会准普通我相信讲语义是重要的代志吼，但是问题是语言就一直在变化。吼，然后其实我遮侪讲法，迄就是嘛是硬个翻嘛，基本上伊就是华语我用迄个我早的迄个发音方式，用迄个字甲换做即个河洛话发音是当安尼对啊毋对？我嘛毋知，但是咱知影，咱爸爸妈妈讲的是内底有遮侪意义啦，咱即摆讲的内底有遮侪迄个华语这可能拢是咱即个语言无权利的迄个标志啦。是。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语言敢若就是安尼对，我感觉这是讲起来是不则悲哀，但是敢若就是安尼。我的语义是啥阮妈妈讲的甲我无共阮妈妈甲伊妈妈讲的话其实嘛无共阮阿嬷甲阮阿嬷是中国。我提出我一个看法啦。你即摆你认为这咱一个知识知识团队咧，英语甲华语是最主要的工具嘛？台语也刻意啥，跟你生活语言。所以你即摆你即摆入教是不是？你是传播咧教识知识嘛吼？所以你母语完全无教识，所以即摆对来遐头边你拢无在后讲，爱讲你讲哪话，你袂人听有。这是因为咱台语失了功能嘛。迄毋是讲自然，台语印度有迄个功能，会当传播知识。你咱校的国民校啦，台用台语教咧，后摆台语就是传播知识语言。如果台语无传播知识，因为无教。这我完全同意。就讲加讲几遍啊，拄啊迄个看起来不则定的，迄款看起来敢若就是语翻的物件。讲久啊，咱嘛讲台语咱就是安尼讲，是无错啦但是这是啊，我想我无爱搁继续讲啊啦，我只是讲我感觉这是重要的代志讲语义，因为有种种的迄个argument会使甲咱讲，但是我搁毋是遐简单就想要停咧食我家己是会搁想讲，无语义到底是啥物因为语言本来就伫咧变化当然啦，迄个阮太太比我认真，这我绝对承认。我暂时是无时间去练习我的语义安尼。台语毋是无传播现代知识的能力，是无迄个机会尔。我想真歹势，迄个佫是讲伤久所以我停，我的迄个报告停咧遮。好，咱先花声多谢柯老师。我坐遮听袂输咧上研究所的课。差不多啦。但是老师所讲的一寡概念，尤其是后壁咧解释讲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族群的时阵，我感觉就算讲是硬翻，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必要的工课。譬如讲日本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其实嘛是透过日本话，透过因家己学的遮个，譬如讲英语，硬去转换一个概念，用句啊，其实就是变做伫华语内底，台语内底，甚至是家己的本土语内底。我相信原住民语应该嘛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想讲拄则老师一直咧讲到，咧讲遮的一寡定义啊、概念的物件，我感觉这是一个一种实践，
吼，咧实践讲一种语言要安怎互伊活起来。除了咱日常生活以外，咱面对遮个学术上的概念哦，尤其是像拄则顾老师嘛讲着，讲台语敢有法度去表述一种较抽象的，吼，或者是学术顶面较定咧用的一寡专有名词，或者是较专业的物件，我感觉是完全会使的，只不过是过去咱伫学校的教育内底，其实无机会去思考这个物件，无机会去练习安怎去转换。我感觉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丧失一种思考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的方式甲眼界。吼，所以像拄则老师讲到迄个。一种语言，伊背后是一种想法，是一种思路嘛，就是那个 thought 迄个物件吼，我感觉是完全同意的。而且，我会记你伫YouTube 顶面，我看到一段 TED 的演讲吼 ，TED Talk 的演讲，伊的标题，我感觉大家当伊出来看吼，我拄则用手机去找一下吼，伊的标题用华语啦吼，别坚持说英语吼，莫坚持讲英语。伊内底即个主讲的人，伊就讲，伊拄着一个研究的团队。因内底就是当着一个坎站过袂去，有一个问题无法度解决吼。但是伊内底研究员，伊用家己的母语去思考这个概念了后，颠倒这个问题解决啦。所以无共款的一种语言，伊内底是完全无共款的思考的方式。伊可能会当提供咱未来文明或者是科技，甚至是任何发展的一种足重要的资源。我感觉这个物件可能会当来回应讲，像咱即摆来讲灵动，其实灵动足困难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演讲的题目，我就讲哇，这可能今日一工无都解决嘛。对，而且因为老师拄则所讲的物件，其实伫我写论文的过程当中，较重要的册我基本上都有小可捌过安尼。我就感觉讲，遮做族群研究、做语言研究、做民族主义的研究的这些学者，譬如讲最近就是什么当过身的 Benedict Anderson。Anderson 伊就是提出一个概念嘛，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在做民族灵动研究的这些学者，比如 Anderson 啊、Hobsbawm 啊，然后还有啥物 Gellner， 因遮咧处理这灵动问题的人吼，因拄着语言这个物件，就是像咱拄则老师咧讲的这个过程共款，就是讲，有个所在是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内底有一种民族语言。甚至是讲咱讲现代国家一个民族国家语言这物件是一个最重要的媒介。毋过，毋是所有的国家拢有一个民族语言，甚至是一个国家内底可能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伊拢是国家的语言。就是你咧讲这个情形，其实老师拄则有举例啊，就是足复杂的，拢有啊，嘛有迄种伫日本的客家族群，伊袂晓讲客话嘛，但是伊认同家己是客人。所以你要找到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无可能的。简单来讲，毋过即马我感觉今日这个题目我家己的思考，我家己的感受就是讲，咱要安怎来建立一种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讲，今日大家拢坐伫遮，来用台语来思考这个议题。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选择啊。咱愿意用咱家己咱家己的母语，咱家己的族群语来思考这个议题的时阵，咱咧做这个选择。这个选择背后有啥物意义？是项遐个敢阮家己是河洛人，但是伊可能袂晓讲河洛话，袂晓讲台语，伊可能嘛袂去学。咱含遮人有啥物无共款的差别？我感觉其中是有差别的。咱要安怎去转换这个物件？譬如讲，语言的选择，伊可能伫咱文化创。莫讲认同，我感觉认同对即摆足侪人是一个足遥远的代志。认同吼，即摆上紧出现的可能就是咧看伊个棒球比赛的时阵有无？中华队加油！中华队、台湾队分不清楚安尼，足奇怪吼。但是伫迄个 moment， 迄个时间，大家会有一种咱是上至少是台湾人的这种认同。吼，我感觉即摆讲认同，你用棒球比赛来举例是上紧的，大家有迄个感受。但是你伫日常生活内底，你要讲认同，我感觉是较困难哦，因为大家袂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家日常生活内底，你可能碰到一寡文化的议题，其实你无迄个时间嘛，无迄个眼界，无迄个资源去思考讲，咱家己的族群是要用啥物款的立场，用啥物款的态度去面对含咱家己无共款的族群的文化。比如讲，面对客家族群，面对遮原住民的朋友，甚至是以后阁有足侪新住民的朋友来。因为一寡当然爱语言啊，因来了咱要安怎和面斗阵生活伫即片土地顶面？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但是
即马咱伫日常生活内底，确实是无去注意遮个物件。吼，所以伫即个基础顶面，你免怎甲人讲，咱就是开一寡时间，开一寡精神来恢复家己的族群语言，是一件有价值、是重要，而且是值得你投资的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咱讲我家己的看法啦。吼，咱即马会有一个名词最实行的，吼，叫做文创，文化创意。吼，但是我感觉讲文创这个物件，你要成功，你一定是有一个足重要的条件，就是讲你要有文这个物件。文是啥物？就是文化。吼，啊，伫咱台湾即马其实都有足侪文化啊。毋过这个文化内底，你若是无透过，你其实即马。老师拄则所举的咧吼，因有诶其实是伊伫国外伊无迄个资源嘛。譬如讲，伊可能是日本的客家人，我对这个印象足深诶。因可能伫日本，但是因无迄个资源，无迄个环境，会当互因逐工拢有机会讲客语。所以伫即个环境之下，你讲因有客家的灵动，但是伊无法度讲客语，我感觉是一个足自然的一个结果吼。无法度啊，无迄个条件。毋过伫台湾无共款。伫台湾是，咱拢讲笑亏嘛，讲台语即马就是伫咧交白忙嘛，客语可能原住民就是更较凄惨，但是上至少阁有人咧讲嘛。而且要做即件代志是，咱要做也无爱做的问题尔，是咱的政府阁有咱的文化单位想要来注心投一寡资源来去做即件代志，一个决定尔。哦，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咱阁有一个语言的根伫遐嘛。那呢，咱是直接要将即个资源、将即个语言的文化给互伊拍远去嘛。我讲并不是安尼啊，咱袂当用其他的反例、其他就拄则讲的遐个因的族群灵动甲语言，则较无关系，才会咧转来取消咱家己要追求族群语言的这个主体性的决定，无法度。这是一个，我讲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咱要讲文化内底语言会当帮助咱啥物物件？我感觉是，像即摆有足侪人咧做即种文创即个物件。你若是捌一寡台语，譬如讲最近大家拢咧烧宝可梦嘛，对吧？啊，宝可梦你家改做台语，你会发觉讲，即个物件原来用台语讲起来是遐趣味，有一寡讲法，有一寡想法是，你对即个宝可梦的即个描述，譬如讲。妙蛙种子要安怎讲？还是我会记你介绍有啥物行路草啊、蒜头草啊，有无？因为伊妙蛙种子伊着派一个蒜头嘛，吼。啊，像拄则讲的这个蒜头草，或者是讲拄则咱咧讲迄个色地的时阵，我着想着讲色水嘛、色地嘛，咱讲地瓜色、姜啊色，即个物件有无？你看这个物件，这个日本其实是咱日常生活当中食会到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才会变做是咱来形容某一种物件，或者是某一种色的一个用词嘛。啊，你若是伫无咧食地瓜的所在，会出现地瓜色这种讲法吗？袂嘛。所以对这个角度落去思考，你会发觉着讲，咱的台语甚至是每一种本土语言内底，伊拢有伊即个族群对过去，咱讲祖先，我感觉祖先是一种集体生活方式，佮有经验的累积到一嘛，咱为这经验内底去找一个会当和现代生活接起来这个资源，互伊佮活起来。所以像我拄则讲的这个咧，其实咱就是咧试验做这件代志。伊敢有像譬如讲文化上的效益，甚至是经济上的效益，我感觉拢有啊。个另外，咱个开远的来看，譬如讲电影你即摆要做全球化其实就是本土化。大家咧看你这个所在上本土的物件嘛，看到你这无共款的物件，这个才是商机。这个物件才是像美国英国譬如讲宝莱坞因的文化无共款的物件才有价值嘛。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甲伊保留落来？啊，利用譬如讲咱的出版、咱的遮个电影咱的歌曲、流行的文化内底，这其实拢是会当趁钱的物件嘛。咱莫讲文化，讲趁钱来嘛，就落白出金的那种。好，咱即摆来讨论趁钱。你要趁钱，你应该是爱保留家己上有特色的物件，你才有那个区别嘛。迄才是你会当趁钱的所在啦。你摕一种外国的物件，美国的物件、英国的物件，啊，我就直接去看英国、美国的物件就好啊嘛，我毋免来台湾嘛。
所以伫即个角度顶面吼，咱即摆要讲文化生产、文化创意即个物件，吼，咱有遮侪资源。台语虽然伫教学课内底啊，不过至少佫有遮侪人会晓讲嘛，咱要甲挽救嘛，佫有其他的文化。哦，咱要安怎豆豆仔甲救起来，变做是台湾的一种文化上的竞争力。我感觉这是一个，我家己咧看最近遮个议题时阵一寡想法，吼啊，有即个物件，咱才来慢慢讨论讲，咱要安怎对遮个资源来底去找出一种吼，比如讲台湾的领导，台湾的文化到底是啥物？再进一步来讨论即个物件。我感觉是，可能嘛是咱。伫拄则讨论内底吼，譬如讲到族群文化要安怎处理，要安怎解决问题一个方式啊，我个人是安尼感觉啦，吼，就是帮大家做一个结论吼。拄则老师讲的就是物件，吼，就有落的吼。好啊，因为今日讲座时间的关系吼，所以我想讲主要讲座的讨论先到遮告一个段落，吼，咱再次掌声感谢报告处相关的听众。多谢大家，我无想着讲，即款看起来是真是不遮保利的一个题目，有遮侪朋友啦，这是真多谢恁哈，多谢。